用路购物更加引来因时兴的哦，像农产品、农产加工品，假如买越多的，还有人非常热心的，我来做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嘅媒人哦，去到也身体检查，还个了解农家嘅理念，如何上一本消费者吃得到安心的东西，农家也得得到合理嘅利润，使得继续用对土地友善嘅方式来耕种，进一步对农业的产销模式带来一系列改变。 我们前后的地图大概1个手指头宽。春天，耕种人爱开始耕种的时节，买卖师打插脚，行落田球地度，体验试田。当然是你踩过那个土地，然后你在土地上面一定会有很多问题，然后农夫也很愿意跟你分享。那他们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更能够把它整理出一个大众比较能够理解的逻辑，然后跟消费者分享。 一個糾結嘅小模嘢買賣師，並係投入經驗，去台灣農村履行學習，睇到幾多農民面對農費囤飯嘅嘢委屈過後，一個天成立一個為農民同消費者直接溝通嘅平台。嗰個 Facebook 就有嘅直接同農夫買嘢粉絲團。我自己定義它是一個社會運動，就是經過我們會推廣的人，然後我們來推廣。 那会種的人，他们来用友善的方式種，然後有辦法消費的人，他們用他們的方式來消費。那這樣子就是每一個人都不可以缺少的，那它就會變成一個讓這個產業鏈可能有一些機會改變。 用針控溫無天氣一條文章，寫出各地友善耕作小農嘅生產故事，等推銷亞世界嘅農產品，為生產者同消費者透過網絡平台來相互認識。直接同農夫買，成立了為2年，已經上嘅54000人嘅網友加入，沒有千多人次年加入粉絲團做義工。 因为很支持买买式的想法，这样他可以号召更多人来做，然后他让这个事情被更多人知道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如果可以加入的话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带给更多人。网友对他的信任度很够，对，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之后，至少我今年第一次加入，我大概光靠那边卖就卖了快200箱了。 比生產者同消費者睇網路上，他們一撮橋嘅每年係幾多？整體同高雄大樹、路頭王里等協商嘅錄音筆，係網路購物平台嘅業者，以提供200項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，大幫辦法圖為消費者來認識食物同土地嘅關係，同時咪提供消費者同店家面對面接觸嘅機會，進一步來買東西。 可以讓消費者實際吃到這個東西，我不要說了，你吃了就知道，你的舌頭會告訴你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們會邀請這些生產者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，去看真的那個在做事的人的手，他的表情，他對土地的熱愛，他對他東西的驕傲，那個東西是我們在網絡上傳達不出來的。 唔過時未交錢，路上嘅啲錄音會嘅購物平台，聽說愛經過幾來監聽，嗰所以係會推消費者去身體檢查，看店家嘅生產環境，了解一定嘅理念，商品愛合乎安心、檢驗、採體3項條件能做得。我們希望變成一個橋梁，我們把這些好的東西，我們鑑定過的東西 ，OK，我們把它帶到 你的消費者的面前，那我們同時也跟商家講說，其實是有這麼一群的消費者，你們要繼續努力做下去。那我們就是做中間這樣的橋梁。雖然喺網路上買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，每一般消費態中改觀嘅交換方式。 不過，都市消費者確實比農村嘅生產者體驗咧，喺食品安全緊出問題嘅時節，一個為生產者同消費者添風險咧，韓國政府嘅第每年確實有讓係消費者買嘢多又順又強力、韓國安全食物嘅好管道。